睇房時間，今次終於可以測試到雙人床房間啦。不過今次開盲盒咧，都只係可以開到美房房間。官方報較大型房間面積為23平方米，酒店採用基本商務風格設計，空間感充足。雙人床係真正嘅 king size 雙人床，非常舒適。床頭位置設有供電位，但係就只有其中一面有提供。電視係採用普通數碼電視，有 HDMI 插位。不過由於電視係採用吊牆式設計，而且下邊係並冇任何台面位置，所以極度唔建議加插任何裝置。浴室空間非常充足，可惜不設浴缸。作為第2次嚟拍攝嘅酒店，對於呢度都冇咩觀感上嘅大問題。今次最大嘅驚喜莫過於係真正嘅 king size 大床，係非常合格嘅 staycation 酒店。